这个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，蔡英文甲赖清德正式来对决。台南在地青年开记者会，支持蔡总统连任。号称全台湾上强的里长陈永和嘛现身来挺蔡总统。赖清德过去长期经营这个台南市，所以伫咧台南的气势原来真旺。再去参加加油站公会、新站的开幕大会，受到热情的欢迎，真侪人拢大声甲话当选。青年挺小英，徛几排手提看板，大声喊口号。台南青年挺小英，未来一起拼。一群少年人徛出来，就是要挺总统蔡英文。阮大家伫咧网络顶悬创造一个平台，望会使互大家知影，台湾的未来伫少年人的肩胛头。少年人的望是蔡英文。台南在地青年发起挺因人数，无到一礼拜，将近2000万友加入，会知影是实际行动行出来。另外，成为全台上强里长的陈永和嘛现身相挺。为了台湾的民主、台湾的自由、甲台湾的主权，这3项，因甘愿徛出来要挺小英，我挺少年人，这毋庸置疑啦。青年军挺蔡英文，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，曾经是台南市长的伊，伫台南的人气嘛真悬。中华民国加油站公会新站开幕仪式，赖清德受邀请，受到热烈的欢迎。民进党总统初选，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要伫初选正式对决，两个人党内声望拢真悬，地方嘛拢各有支持团体，但是嘛有真侪人希望蔡英文甲赖清德会当联手合作，嘛被讲作是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上强的组合。